近日有個好令人傷心嘅消息傳嚟 ，TVB 老夫骨許紹雄病危入院之後，終究都唔能夠戰勝病魔，駕鶴西去，享年76歲。呢個消息就好似一塊巨石投入平靜嘅湖面，喺娛樂圈激起咗一層又一層嘅漣漪。同佢有交集嘅好多明星都喺社交平台發文送別，有楊千嬅、惠英公、歐陽震華、譚耀文、甄子丹、呂良偉、袁詠儀、張柏芝等等，老東家 TVB 都發文悼念。青山遠行，藝影長存。許紹雄嘅家族史真係可以話係一部縮影嘅近代風雲錄，充滿咗傳奇色彩。1997年嘅電視劇《千秋家國夢》講嘅就係許家嘅故事。劇中由趙蚊孫飾演許家先祖許拜庭，呢位許拜庭位列廣州4大鹽商之首，喺當時嘅商業領域有着舉足輕重嘅地位。許紹雄嘅太公許應奎更加係官霸一品，身兼閩浙總督同禮部尚書之職。作為慈禧嘅寵臣，佢深得慈禧信任，獲賜紫禁城騎馬特權。呢個特權喺當時係極高嘅榮譽象徵，足以彰顯佢身份嘅尊貴。叔公許崇智就係辛亥革命元勳，喺風雲變幻嘅革命年代，佢積極參與創辦黃埔軍校，並且擔任粵軍總司令，為推翻封建帝制、建立民主共和立下咗赫赫戰功。姑婆許廣平更加係廣為人知，佢就係文豪魯迅之妻。許廣平同魯迅攜手走過風風雨雨嘅歲月，喺文學同思想領域都有着深遠嘅影響。幾個月前，許紹雄帶住女兒返到廣州佢哋嘅家族祠堂認祖歸宗，佢站喺緊閉嘅大門前，冇驚動任何親戚，只係靜靜咁影咗張雙打卡之後就悄悄咁走咗。多年嚟，面對記者採訪佢顯赫家族嘅時候，佢總係自嘲話：樹大有枯枝，族大有乞兒，枯枝係我，乞兒同樣都係我。呢份豁達同謙遜真係令人唔得唔對佢肅然起敬。1948年11月4號，許紹雄喺香港一個富裕家庭出世。童年時期嘅佢性格極其頑皮，每次跟住媽媽返到佢哋，總係免唔了受傷，打石膏同劫木板成咗家常便飯。雖然咁，但佢嘅童年依然充滿咗歡樂同無憂。喺加入 TVB 訓練班之前，許紹雄嘅生活真係衣食無憂。佢喺爸爸嘅珠寶店幫手，閒下嘅時光就沉浸喺話劇嘅世界入面，盡情享受表演帶嚟嘅樂趣，完全就係一個養尊處優嘅公子哥兒。1972年，一個偶然嘅機會改變咗佢嘅命運。佢花咗5塊錢報名參加 TVB 訓練班，當時完全就係抱住換票嘅心態。佢從來冇諗過外貌並唔出眾嘅自己，居然能夠被選上。就咁，佢誤打誤撞咁開啟咗長達50多年嘅演員生涯。踏足娛樂圈之後，佢坦言家裏面並冇阻止佢。一方面，家境已經唔似從前咁富裕。另一方面，爸爸媽媽十分開明，尊重佢嘅選擇。工作之後，佢因為駕駛奔馳車上班，被同事親切咁稱為 Benz 熊。據說佢係當年廣播道第一個開奔馳車上班嘅人。對於呢件事，許紹雄好唔解。喺佢睇嚟，明明好多前輩都有呢樣條件。其實當年呢位豪門公子哥兒嘅長相同豪車帶嚟嘅反差感太強，所以格外引人注目。許紹雄嘅演員起點並唔高，佢一直牢記訓練班老師嘅教誨，要懂得穩笨。所謂穩笨，就係俾人喺自己身上有便宜可佔，咁樣先有更多機會接到夫。佢深知喺競爭激烈嘅演藝圈，只有放下身段，先至能夠獲得更多發展機會。1983年，許紹雄迎來咗演藝生涯嘅一個小契機。佢喺1983版《射雕英雄傳》中飾演江南七怪之一嘅妙手書生朱沖。呢個角色雖然呼份唔多，
但許紹雄憑藉自己獨特嘅表演風格，將朱聰嘅機智幽默展現得淋漓盡致，首次進入咗內地觀眾嘅視野。1987年喺新紮師兄入面，佢飾演嘅舅父東成為咗演員生涯嘅關鍵轉折點。呢個角色充滿咗市井煙火氣，台詞幽默風趣，性格鮮明。許紹雄將舅父東嘅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，好似呢個角色就係為佢量身定製咁。憑藉呢個角色，佢脫穎而出，開始喺演藝圈嶄露頭角。1999年對於許紹雄嚟講，係事業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嘅一年。佢喺電影《暗戰》中飾演劉青雲嘅上司黃啟發，佢將黃啟發呢個角色嘅複雜性格演繹得十分到位，憑藉出色嘅表演，獲得咗第1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提名。呢個提名係對佢多年嚟演藝生涯嘅高度認可，亦都令佢喺演藝道路上邁出咗堅實嘅一步。喺新紮師妹系列入面，許紹雄飾演嘅方中沙更加係俾觀眾留下咗深刻嘅印象。佢創造咗經典台詞高高高，呢段台詞其實係佢喺拍攝過程中即興創作嘅結果。冇諗到呢句簡單嘅台詞成為咗影片嘅一大亮點，深受觀眾喜愛。多年嚟，許紹雄一直飾演配角。當記者問佢會唔會唔甘心嘅時候，佢笑住回答話：點會啊？多開心啊！收視率唔好都同我無關，因為我唔係主角。但係收視率好嘅話，我有份參演。呢份樂觀豁達嘅心態，令佢喺演藝道路上行得更加從容。2013年，許紹雄終於迎來咗屬於自己嘅高光時刻。佢憑借《My Sing Lady》入面嘅鄉事男一角，獲得咗 TVB 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男配角獎。呢份榮耀可以話係遲到，而且實至名歸。多年嘅努力同堅持，終於喺呢一刻得到咗最好嘅回報。2014年 TVB 電視劇《使徒行者》熱播，許紹雄喺劇中飾演嘅歡喜哥尋歡喜，終於令佢嘗到爆功嘅滋味。歡喜哥係近年嚟港劇中極具魅力同爭議性嘅角色之一。許紹雄對角色嘅塑造，可以話係佢演藝生涯嘅巔峰之作，充分展現咗佢作為綠葉王嘅深厚演技功底同角色駕馭能力。歡喜哥表面上係黑道中城府極深、笑裏撞刀嘅江湖大佬，佢總係帶住一副和藹可親嘅笑容，令人難以觸摸佢內心嘅真實想法。然而喺家庭情感層面，佢卻展現出極強嘅溫情同脆弱。佢對家人嘅關愛，尤其係對兒子嘅痛愛，令人睇到佢內心軟弱嘅一面。佢最標誌性嘅特徵就係永遠帶住笑容，無論面對威脅、背叛定係喪子之痛，佢都以笑聲應對。呢種獨特嘅表演方式，將角色嘅複雜性格展現得淋漓盡致。當年許紹雄憑借呢個角色，勇挫同劇嘅林峰同苗僑偉以及黃宗澤、馬國明、吳卓羲等黨工小生，攞到當年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嘅我最喜愛嘅電視男角色。雖然歡喜哥咁成功，但許紹雄十分謙遜，佢將功勞歸於監製蚊偉雄，表示我就係按照佢講嘅笑住演。歡喜哥成為咗《使徒行者》嘅收視率保障，呢個係始料不及嘅。可惜喺第一部入面，編劇將歡喜哥寫咗落線，於是之後只能拍前傳《使徒行者2》。到咗《使徒行者3》，編劇識趣咁將歡喜哥復活，呢個似乎成為咗觀眾同主創之間嘅默契。呢或者就係許紹雄嘅魅力所在。許紹雄喺圈內嘅人緣極好，佢同苗僑偉、歐陽震華、黃宗澤、林峰等合作多次，喺私下裏面關係都十分融洽。佢哋唔止喺工作中默契配合，喺生活中都係彼此關心嘅好友。佢同佘詩曼喺《使徒行者》入面建立咗深厚嘅父女情，呢種情誼延續到婚外，兩人正式上契認作虔親。
佘詩曼曾經表示，從許紹雄身上感受到久違嘅父愛。近日得知老豆病危，佢更加係第一時間前往探望。昨日，好似香港半個娛樂圈嘅藝人都有去醫院探望歡喜哥。類似嘅情況出現，上次都係香港嘅女兒梅艷芳病重嘅時候。可見許紹雄喺娛樂圈嘅地位同影響力。喺個人生活方面，許紹雄同妻子龍燕兒嘅婚姻已經走過30多個年頭。兩人喺1985年認識，當時許紹雄去新加坡演出，認識咗喺電視台工作嘅妻子。經過7年戀愛長跑之後，佢哋攜手步入婚姻嘅殿堂。妻子同前夫有一個細路，許紹雄視如己出，俾到佢無微不至嘅關懷同愛護。49歲嘅時候，許紹雄老來得女，許慧晶被佢視為掌上明珠。父女倆一齊經營住一個油管賬號，經常合拍日常生活嘅片段。佢哋經常一齊下廚、打電動，父女互動特別有趣，嗰種鬆弛感令人羨慕。諗返幾個月前，佢哋父女仲一齊喺街頭行下逛下，如今卻天人永隔，着實令人唏噓不已。就喺10月10號，許紹雄嘅社交賬號仲喺營業，為佢參演嘅《絕命法官》應援。單今年就有佢出演嘅多部作品播出，好似《師承山海》、《掃毒風暴》、《圍獵》等等。佢曾經喺採訪裏面話：千萬唔好談退休，哪怕做少啲都一定要有寄託，有寄託先至會有希望。如果有份工作能夠令自己開心，仲可以養家，呢簡直就係人生最幸運嘅事情。呢就係歡喜哥對演員呢份工作嘅一點看法。我唔係主角，但我有代表作。呢句話道盡咗佢半個世紀嘅演藝智慧。從 Ben 紅到歡喜哥，許紹雄用自己嘅一生詮釋咗咩係真正嘅演員。佢令每個配角都活出咗主角般嘅光彩。佢嘅演藝生涯係一部充滿傳奇色彩嘅奮鬥史，將永遠銘刻喺觀眾嘅心中。再見歡喜哥，再見我哋嗰啲年喜歡嘅 TVB 演員。願你喺另一個世界依然能夠綻放笑容，繼續演繹屬於自己嘅精彩。好啦，以上就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